2024年呢作為戶外實境節目，特輯都會帶領大家去到台灣各地來探險。來參加嘅一啲小朋友會喺繁多嘅路上接受各種挑戰哦。有的任務愛自家完成，有的任務就愛同朋友共下合作。除咗愛比戶外活動，還愛比文學、美學、操作同觀察力。你要共下來去看那人大家成長嘅素材。按佢哋嘅總決賽，根本要來比第二場了，所以到係啲基隆嘅海科館出任務，根本要大家愛來去新北市平海嘅特別嘅山上小鎮。對後空出發，規路會包含3標梁、10分、兩腳、平海、金銅一條站，向下來去欣賞太空小鎮有幾獎誒。哦吼，落雨天，根本也可能愛唔顧落雨來完成任務了。冇要緊，做48點鐘嘅按到聲音呢，讓你嘅天時都冇相干，大家先來分組啦。我想要跟竹美同一組。後空太空博物園區有2棟建築，一棟係旅遊資訊中心，一棟係眼鏡館。來到呀，唔會先上一片來棟咯。今日嘅分組就愛看特產人用嘅決定了。我想要和竹美同一組。我想要和博懷配音同一組。超開心的，我要完成了！交配音選這個嗎？分手的時候就有點緊張，不知道會跟誰一組，然後就很期待跟竹美還有佩儀一組，跟昨天分組一樣。我選那個門的原因是因為我比較喜歡小的門，然後那個門看起來也比較乾淨，所以我就選了那個門。我一直很猶豫，本來決定要去博懷他們那一間，結果我就想猶豫不決，就一直點名，然後點到最後就是進到宜飛這一間，所以這就是命運的安排，命運安排。然後最後我們3個還是注定在一起，耶！本單想要重新分組，內地竟然同上一期嘅分組共用，看起來共組嘅人連合作物嘅都會當共用哦。上一期大家按夾線，根本呢個任務冇聽錯，還會卡生氣。好誒，出發前2組還愛個完成一個小任務哦，係乜嘅任務呢？藍翠愛拖入文思想，向潛出3個詞來錯記嘅，2面玻璃各錯一個記嘅，就好出發了。要造句啊！錯。還有一個猴頭誒，你把猴頭放地點。爆炸猴頭。爆炸，空氣很難。去猴頭，去猴頭。爆炸，我們去猴頭，那裡有很多清新的空氣。19歲的女人去福利社煮飯。哎，這樣子，去福利社煮飯。不是，有一位19歲的女人去福利社買要煮飯的材料。不能講哦。王翠要愛完成乜嘅任務呢？嘿，阿爸快係啲嘅秘密嘅通眾呢？哦，原來係愛學演嚟學嘅咩位啦？因為後課要按到秒寸來看下其他隊嘅通眾，再嚟真項目呢。
王翠发挥的一点赞嘅观察力，未顺时完成，要出发了。恭喜！就是眼睛闭起来，那边有2个线，对啊，开的。走，后面搭车，不要让路过。平海线过关，比平海铁路轨路的总共设了7关，建完成伊的任务取得2分。不过听说爱到3点10分以前转到后科，也是迄抢分的好机会啊！大家都会加油哦！这样子我们行程都往前。车次现在几点？我看9点54分。看那个就好了啦。4716，对，4716，好，进去吧。 4763哪一站？给你先看，比那个近站。今天来几个？ 6个总决赛。总决赛哦。那你们肩负什么任务啊？我们要自己搭车去完成任务。对。我们2个都是校长哎，校长可以去多的让你可以啊。有这么杰出的学生，我们校长会以你们为荣啊！谢谢。谢谢。你不觉得去别的地方还比较实在？我知道啊，他们可能计算过。计算过没有？那上面没有写普悠玛。因为太有买普悠玛，太普悠玛。管他的啊，就是没有计算到火车时间就做了。 我们就不要花太多时间闯站有2个任务的站，因为他们如果他们如果先闯的话，一定会留另外一条。我们，所以他们要先研究，要3个人一组。对，这边还有一组。嘿，是这个吗？哎，对，我们坐在靠近他们一点，看。那里。可以吗？啊？不要跟他们有任何互动。你竟然这么保守啊你！保守不行。然后我们去躲一下，到那个是三貂岭，他们去完三貂岭要去石钟。这是我们的计划，假装我们下车了，然后我们要去领奖。我们要去10分买纪念品，然后就是买好之后用200元买3种不同的纪念品，然后而且要跟10分有关，然后呢要送给3个游客，请他们造一句10分的词，跟10分有关的词，应该是句子吧？然后写10分有关的词，那就是10分啊。跟10分有关的词，10分漂亮，10分好看，10分美，就这样，3个就结束了。快活动！快的，赶快动作啊！我们要去菱角站。那个什么，3人1角。3人4角抵达菱角瀑布后，以3人4角的方式走回菱角火车站。对，是这样。出发Go！ 就是有没有上面有写10分的？10分车站。哎，这个。还夜光的钥匙圈，会亮的。如果这样的话，这样一个多少100块，他们学生都上请问有没有东西，就是上面有写10分，然后200块可以买到3个？还是你们要买那个钥匙圈，我算你们200块3个，好不好？可以吗？要买不同的。这样，如果这样的话，一个，看再找一下。10分车站，这里也有啊。那这个这样子，一样价钱，都可以让你3个3,200。哦好。
好了，走吧，来去送人喽。送人，来，一人拿一个。你好，是磁条送给你，但是请你帮我造一个10分的词。比如说10分幸福，或者是10分的快乐。我们会把一开始我们在执行第一个任务的时候，以为这个任务就是很简单，只要送别人，然后请他们讲出一个词，然后就好了。3个人就觉得就很快，一个人1分钟差不多就够了。结果没想到那么难找到一些人拒绝。可是这过程中我觉得10分有趣。10分。不好意思，这可以送你吗？你可不可以用10分造一个词？我们买的钥匙圈，然后呢，送给你们，但是你们帮我们造一个10分的句子，10分的词，比如说10分美丽之类的。怎样？妹妹，你要哪一个？10分，幸福。谢谢。耶，第一个是福福。南翠決定愛改變策略，準備咗每去前要帶新年嚟嘅人。讓弟弟，你要哪一個？好，謝謝。我要這個好。然後你要造一個10分的詞。10分高興。好，謝謝。謝謝。耶！第一站完成了。哎，那邊有天燈呢，這個。1、2、3、4、5、6、7、8。亮晶晶吧？是真的哎。我們這種天氣還那麼多人想放。落嘅同水蟲做地講係平海鮮巷最大嘅特色，韓國食款又特別出名，故所人客當多。認真火車1點鐘站一邊，故所火車路巷接上站內嘅邊田定嘅人，真熱鬧嘅漸漸呢。是講行到野兔線橋，真像來到無窮樣嘅世界，無窮樣嘅味道，完全感受得到小鎮嘅恬靜。接下來看那風吹進行到樣嘅戲耶。就是你了，夠了。菱角火車站出來，然後現在要走去這個瀑布，然後因為這邊還沒有看到什麼牌子，所以我們去問人，那邊有店，收起來，不然他等下會。對對對，好。菱角瀑布。對。右腳尖右轉。右轉，有沒有牌子可以看？有沒有那種路標招牌可以看走怎麼走？路標。右轉。好吧。走吧。哎，那邊有路走，哎，那邊有路，竹美。他寫瀑布到了，瀑布到。沒關係，我們看一下，反正看一下瀑布也沒差。這邊。哇，菱角瀑布好漂亮哦。對啊，這個瀑布很強哦。而不會吹槍要租的，要輕的顯影用的。係啊，你呢就會重新不老哦。真勁過獎哦。我們要用3人視角走到菱角火車站。等一下，我喊對不對？1、2、1、2、1、2、1。等一下，你出去的時候，另外一隻腳站我，不然我會被牽走。哇，黃水嘅策略茫茫嘅哦，係唔清楚嘅阿片企到同我，一樣佢就做喺家庭阿伯快同阿祖妹進行講錢。有練習一下就會係1、2、咁樣行，但係後背就會因為有啲人想去夾，就會節拍就會亂踢。因為剛才在看那個任務牌，就想說應該不會很難吧，因為他們路程只有3分鐘。地上都青苔，然後又濕滑，很難走，很怕滑倒，很危險。但最後還是有看到那個美麗的瀑布，所以對啊，就覺得很值得。兩次都順利完成一項任務，各得到2分呢。記到下一站嘅任務，會本和安順希望咯。我們要去青銅，然後還有2個任務。如果他們去青銅，他們會不會先做完一個任務？因為他們有竹美，他們會先做。如果他們先做烏克麗麗，烏克麗麗很快好了之後就直接到下一個。
青岛他们有去吗？目前全面上市，所以还有希望。在那边，也没想到根本不用到3分钟啊！我们要学弹小星星。哦，你们要来学弹小星星是吧？对。好，那你们有没有学过？没有，完全都没有学过。你们要学小星星，对不对？对。好，那我们教你们弹和弦、弹唱。这里1、2、3、4条线，这第1条线的第3格，C和弦，我们就在按这个地方。好，那我们试试看，刷下去。对，你的琴拿错方向了。左手拿琴，对，左手持琴。C 2、3、4 C 5、2、3、4 C 2、3、4，最后一个和弦，我们这个和弦学会了。这首小星星我们就可以来弹了哦。来，1、2、3，走。意思我只会弹哆哆嗦嗦，我也是。哇，太快了，都是打结，做不过了，都是打结。现在自己试谱一下。乌克丽丽一向有得为难学，大家学啊都读到问题耶。先来看下王翠嘅情形係樣嘅。这个20呢，老板。对，好，主题就很明显是天灯跟10分幸福，简单的就心意就够了。然后也比较简单。哪里？没有啊。你视力不好。此路不通，看到没？好的，这里还可以走。没有外国人呐，上去找啊。这边再看一下。对，来里面找。去找啊。来里面写啊。不能上去懂啊。没关系，我们直接换站了，这个过不了了。换站了好不好？今日夜來平海嘅人客看起來唔多，王翠會順利完成任務冇呢？正三角形。冇想到阿兒飛唔但唱當上高，連樂譜都配起來耶！雖然阿子然同阿寧賢未學到當什麼，不過前面還係決定同高管嘅任務交俾阿兒飛。一閃一閃亮晶晶，滿天都是小星星。有找到目標嗎？有啊，他們在上廁所，所以我們要等一下。Yes. Can you start your name here? Yes. We are Kaka TV program. Yeah. And we are playing a game. Can you help us to finish the game? Yes. Thank you. Yeah, thank you so much. Yes. Ah, thank you. Thank you. 謝謝。哎 ，Where are you come from? Thailand. Oh, thank you. สวัสดีค่ะ。王翠前面20分鐘，將順序簽到一人外國人同佢阿條簽名，很少量嘅。你是台灣人嗎？因為他說韓，就表示他是外國人啊。我剛才講那麼多了，你沒講嗎？你沒講。我沒講嗎？對，你沒講。快點啦！但我剛才就講那麼多了，要全部要我。你可以走掉啊！對吧？就你。還是你趕快追啊！我們在執行任務的時候就有發生一點爭吵，可是其實我覺得那不算爭吵，只是比較大聲的講話而已，有點對啊，有點兇啦，就是因為很急，很怕不能完成任務。快點啦！對，快點。這個。Excuse me. Where are you come from? 看起來王翠無阿片，行正言飛起，阿伯快同阿祖妹都當強堅少。歡迎來到台灣，耶！我哋已經完成我哋嘅任務嘅，有啲下愛留，人哋會明信片愛寄出去，3、2、1，好。成功！
要去哪里啦？到底？瀑布我们走了啦。瀑布我们不要啦，青铜啦。好啊，那就青铜。青铜这个很难呢，你们都不会踢毽子。我也不会啊。是没？没有试怎么知道？我有试过，我会踢。那如果你在这边来不及回去，就要被扣分啊！快点，反正就这个啦，快点，我先上个厕所。你不是刚上过？你还是刚只是逃避？那你是逃避？请问下一班那个不用嘛。普悠玛几点的时候？几点几分会经过？大概啊。大概2点半有一班泰鲁格，3点有一班普悠玛。谢谢。3点的1个小时后。哎，等一下，我说时刻表拿出来。但你没有3点，我们3点10分就要没有。 3点10分，我说时刻表先拿出来。我们3点10分就要。我知道。回去，所以根本无法。因为那个2点55分才开，所以我们就在那边等了55分钟的车。两队都抢完成2个任務，得到4分。雖然今日落雨天，大家未愛執行任務，不過歸路嘅還係一歡喜。是講蜜蜂寫野天使，有得會搶人生，冇可能一石晴天。上次咩會無任務啊，看唔到日花。暑假快結束的時候。我要不能画我。 那是一种的感覺，心裡就是要撕裂的感覺。阿兒飛想到佢過身嘅阿公，遠唔係有得會傷心。永久就看唔到阿公嘅，佢知道一定艱苦。如果有痛苦的事情，我都忘掉了。他教我們跳舞，然後就是有一個動作做得不太好，然後老師就說什麼你女兒怎麼這樣子，然後別人都會，就是我不會。阿祖妹係想到佢自己本人無非知道當艱苦。在不久之前，我跟我弟弟曾經吵過一次很嚴重的架。我們在玩玩具，玩到一半，我弟弟就突然搶我玩具，我就很大聲的罵他。然後這個媽媽聽到了，媽就叫我過去，我說什麼事？然後說你幹嘛罵我？我說因為他搶我玩具。失去家人或被家長罵之類，都會讓大家很難過。We are a television program and we are playing a game. Welcome to Taiwan. 總決賽第2場比賽，本組對抗兩隊都有幫水，請阿祖妹到最後經驗賽加1分。剩下2人嘅積分還係阿伯快阿皮英簽時領先，阿祖妹是背面腳得來，行出最美熱嘅比賽，上來萬人會讓到去韓國3日2夜嘅旅遊行程咯。不用啦！哇，好棒哦！我们要不用拿了，好棒！耶！等下就直接坐火车。